下。既然顾小姐来了，我们就開始吧。等一等，不要废話，不就是想要這個嗎？給你就是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媒体那邊我已经派人要求他们封口了。您放心，今天的事情不会有不利的消息放出来的。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当儿戏，幸亏处理得及时，要不然啊，我们顾家明天就要成了全城的笑柄了，说不定公司的运营啊还要受到影響呢。这个您不用担心，今天到场的客人我都逐一打過招呼，不會有事的。他人呢？少爺說今天新婚要跟朋友們慶祝慶祝，出去了。出去了。昨天晚上做了個夢，我走進撒哈拉沙漠，空無一人站在太陽下。Oh no， 這是66.6度，快要焚化我的眼珠。突然一場大雨降下來，汗水被那雨水沖走，結束40天的折磨，頭一轉變成了綠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樹，大樹上有一個蘋果。哎，刘老，今天可是你新婚之夜啊，你玩这么嗨能行吗？有什麼不合適的？我結婚就是為了我奶奶，我現在完成任務，所以今天晚上我們一定要撒開了玩，不醉不歸。等桂生回來敲門的話，我就告訴他我睡着了，聽不見。如果他敢來硬的話，我就打死他。也不對啊，我現在是賀錦熙啊，那顧西城是賀錦熙的老公，我這麼做的話，會不會破壞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感情啊？還有老夫人，老夫人要是看見了，要怎麼解釋呢？我怎麼沒想到過這些事兒？現在我應該怎麼辦才好呢？西城昨天一晚上沒回來。是。孩子，昨天讓你受委屈了，等西城回來啊，我讓他跟你認錯。沒事的，老夫人，我沒關係。少爺回來了。方叔，奶奶早。哎，昨天晚上你上哪兒去了？奶奶，昨天跟司徒有個聚會，喝得有點晚了。聚會？奶奶，我一晚上沒睡，我先上去睡一覺，有什麼事兒起來再說。你回來！哎呀，我差點忘了。奶奶，不好意思啊，方叔，茶呢？快快快！
锦溪啊，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今后你要照顾好、管好西城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老夫人。豪门媳妇不好当啊，贺锦熙可真惨。你流氓啊！别吵，别吵着我奶奶，把门关了，窗帘拉上，我要睡觉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我有件事要找你聊一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穿不穿衣服是我的自由。可是你不穿衣服，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哟，都嫁到我们家了，还装清纯呢？行，我让你一次，有什么话快说，我要睡觉。是这个样子的，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，之前并不熟悉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们俩…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嫁到我们顾家，不就是为了我们顾家的钱吗？但是我告訴你，這個婚，我是為了我奶奶結的，我是不想讓她老人家太失望，所以結婚之後，我也不會盡什麼丈夫的義務。說的難聽點，咱們只是名義上的夫妻，我還要找我自己的真愛呢。我說你這人說話怎麼這麼難聽啊？有錢了不起嗎？我才不稀罕跟你發生關係呢。太好了，有你這句話。把這份合約簽了。第一，女方不得干預男方的私生活；第二，女方不得強行要求同床共枕；第三。